一班年青人透過音樂劇將自己嘅經歷搬上舞台，探求人生嘅意義。佢哋喺過程當中有咩得着呢？鄧俊輝睇過。音樂劇叫《生命驛站》，10幾個年青人喺舞台上演繹自己嘅故事。同爸爸嘅關係就一般嘅啫，就唔多傾講嘅。其實心裏邊會有説話想同佢講，但係就講唔出口，唔敢講。咁不如借舞台嘅力量喺嗰一刻講出嚟啦。咁所以就最後揀咗呢個故仔。爸爸放假嘅日子，你同埋媽媽陪我搭車返工。望住爸爸嘅背影，唔知幾時開始，我高過佢咁多嘞喎，唔知幾時開始，佢瘦咗，頭髮白咗，稀疏咗。回家在這深宵工作，背負責任，永沒低頭。為我家犧牲太多。子柔喺戲裏邊同樣講到爸爸，但佢嘅爸爸喺子柔8歲嘅時候離開咗呢個世界。舊年喺學校咁就簽一個叫父親節嘅通告，但係我最後尾選擇欠交，跟住因為我唔敢俾媽咪簽咯。今次佢鼓起勇氣喺舞台上將呢段往事講出嚟。你哋知唔知啊？可以嗌一聲老豆，已經係好幸福嘅事啦。要講出真心話，呢班年青人用咗4個幾月時間埋頭苦幹，一齊構思、創作同埋彩排。咁然後我最開心見到嘅就係呢班嘅同學仔，佢真係變成有自信，覺得自己係可以做得到，同埋最緊要就係揾到有希望。記者鄧俊輝報道。